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大甲牌是几多华人认为天下一定好食的，见到秋天好食的人，都等人爱食的哟。不过详情讲的，大甲牌是有名的强势外来种，是100台外来入侵种其中一个。苗栗县政府今年同上海海洋大学合作签协定，想要打造做台湾的大甲牌王国。传入大陆脑海豚窝的强盛的攀山模式，自然来说引起生态界的议论。有人认为大甲牌休假体水田渡洪，天草会以内的乱扫乱爬窝，造成生态危机。苗栗县用来修大甲牌的对外来种的养殖，政府要用来把关的。来看人的报道。这只都母的，我手随便一抓就抓得到是母的。因为吃有蟹膏最多就这种。台湾外石潭沙区的大甲牌养殖场，将难去参观的民众。即马都是讲喂即马在斗蟹哈，到这个透蟹的时间就要1年。从大陆他已经养1年的，养1年差不多就是蟹苗，再给我们养大概也要1年。对，我们全部都吃饲料。不是像大陆要是什么吃死鸡死鸭的，没有。所讲的大甲牌，讲是对中国大陆进口过来学的中华用牛蟹，因为大甲牌有高经济价值，桃园1分田利润只有10万到15万元，是4田的10批。台湾大甲蟹1年需求量大概只有1000吨客家，为到发发县内几万公顷休耕农地，对去年稀释，苗栗县政府鼓励民众学大甲蟹，养殖户们对去年的产值人户，今年增加到103户诶。苗栗县政府从去年开始，它就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想发展苗栗的观光事业，发展苗栗的产业，如果要学大闸蟹，那个时候又燃起我的信心，就开始张广重新的学大闸蟹。刚开始呢，苗栗县政府呢就同上海的海洋大学有签署的合作意向，就讲，他要辅导学大闸蟹。刚开始我们才知道怎么养大闸蟹。以前啊，安尼我是谈那边学啊，当都安尼三分人梯开始学添啦，都今年来都有4到人梯的安尼量，安尼希望讲安尼个沙期都有一只产业都带到安尼我是谈那边来，变到一只来到安尼后生人啊，做留到安尼沙期都存放做的到安尼经济发展起来安尼。再一次差不多4两多了，不会了，顶多4两半。这只3两有了，应该是有啦，差不多3两。一下苗栗县有2只海沃强盛示范区，台湾外石潭是非私型的设计，也特别是头湾里的海沃强盛鱼塘，一片是四田，另外一片熊猫海，主年是40岁成人客，佢对去年开始熊猫海，吃到树叶比抢4田好加多。我刚是那个国外回来，从印尼回来，种有机稻，可是做2、3年好像没有什么起色，后来就有人在养蟹看看，养蟹不错就开始养蟹，我也蛮宽的1甲多啊，这蟹稻养殖是这里一部分其他一部分在玉田那方面，对啊，养大蟹收入是比稻子收入比较高啦。台湾没有本土种的毛蟹，一般来讲，上到台湾西部河摆，按照日本用牛蟹；台湾东部铁油的，按照台湾用牛蟹，又按照长毛蟹。生长的地点，大体是用宜兰县头上镇来分。用大甲蟹同台湾本土的毛蟹来比，真嘅同枪。简单来讲，大甲蟹的前瞻颜值是口感上的，台湾毛蟹较平。不过单枪看外表，是讲含盲态，一只眼看到当然分出来。这2种是非常靠近的，它们都是同一个属，就是绒螯蟹属。那这个是日本绒螯蟹，这个就是中华绒螯蟹，就是大闸蟹。它们的这个特征的差异其实不是很明显，那主要是看成体的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叫做前侧圆齿。就是因为难分出来，学界同生态介绍，外来种的大甲蟹是讲唔拄好本佢走出去，我看到台湾本土毛蟹生存，也是讲插高对生态破坏动态，就像复苏那样的。我讲这个外来种物种也是始料未及，并不是我们当初所想得到的事情。那福寿螺的部分呢，说实在话，当初大家也是想说，哇，好吃要引进来，甚至也不会想说会到外面去。
结果没想到目前大家看到的一片泛滥。无天地好设计啊，所以我哋看到呢，我哋做一條係做好了平嘅唔同地方，幫佢摸下叫佢食。哎呀，摸下呢，所以亂呢做增加嘅蛋白質，嗰個叫蝦紅素哦，我夾摸樣嘅果啊就較黃啊樣。福蘇羅堅強注釋，連向摸下唔同，足講和同水草比色睇，學得摸下好似福蘇羅來。勉強發揮嘅一物治一物的效果，基本上生態界對單純向摸蟹唔同冇乜意見，不過就摸蟹變到田球度去，加到當時檢查摸蟹以內所定去叫樣嘅生咯。我哋唔係反對講苗栗縣政府嘅經濟發展，同我哋農民嚟想辦法嚟發展嘅一個經濟啊。因為講我哋嘅收工嘅農地啊，也冇話呢更好嘅方法。就是苗栗縣政府嘅一個努力啊，我哋應該嚟肯定啦，我哋冇反對也經濟發展。不過生態方面嚟講你睇用些嘅水池地塊嚟畜養嘅大閘蟹啊，都容易控制。唔係講搶嘅就相嘅講，搶福蘇羅樣嘅啦，冇足搶鴨嘅樣嘅冇味氣啦，等佢凊彩走啊就唔愛，我就因為做睇下昂貴，我哋也唔肯定啦所以講我哋今年呢就講要蟹道共生開始嚟做，經過今年多年代，嚟試驗看下講要輸成好冇，規下效益評估係做得嘅話，讓嚟推廣；係做唔得嘅話，應該就係呢個會恢復也一般嘅養殖嘅方式。生態計劃時候咩冇道理嘅，大甲蟹係當惡為太實際愛來做，同澳洲已經當多年咧，咩也係澳洲唯一嘅淡水蟹，加到馬個注釋，當日開得到12公里，當為熱空嘅。破壞5秒，身體5嘅下降，嚴重威脅到當地河巴原生物種嘅生存。人很用嘅因為個大閘蟹個卵喺長江附近嘛，長江過佢生產水落去佢會水的水排出嚟以後你都可以看到啦。我哋嘅長江嘅附近嗰度嘅船啊嘛去啲澳洲如果有個壓艙水，如果儲嘅海水，要做壓艙水，按儲海水去都嘅卵都帶動走。大家有啲長江澳洲嗰個萊茵河嘅地位要供養而家那個大閘蟹泛濫，獅子咧德國嘅水庫就當多數嘅大閘蟹比大孔嘅大到快鐵嚟我相信澳洲人台灣人其實冇供養嘅種習慣啦因為澳洲海產較多，尤其係摸蟹，像佢乜個松葉蟹就當多所以佢也就可能也就會習慣啦唔會食到一大閘蟹。唔過到台灣，其實人最知大甲蟹一定太甜鐵，大甲蟹係中國人認為一定佔嘅好美食，一隻4兩重嘅大甲蟹賣到30元。故所就算中國大陸用按度按法，咩唔使傳出太高度。苗栗縣蟹無強盛嘅做法，千做想法做一隻大陸遼寧省盤山縣嘅盤山方式。簡單來講，就用田球向摸蟹，唔會影響到糧食生產，要做得增加經濟收入，同改善田球嘅生態環境。也從差唔多是2005年到2007年嘅時間開始呢個推，推又發現講蟹道共生嘅方式啦，對魚嘅收益也好，對摸蟹嘅收益也好，全部都有增加所以睇到個海洋太行咧，目前也都台灣嘅苗栗啦開始有推6分體嘅所謂大家講嘅蟹道共生。加到這片呢就一口甜啦幾下夾所以佢味道矮佢甚至有得冇味咁樣做得香因為佢就當法，所以佢就最主要係靠中和來維生啦一摸蟹燒起來，係做得熟成就夾夾望熟成，所以人家就會方式同佢冇共樣做唔得講搶佢嚟講冇味就都會香事實上，盤山方式變做苗栗方式過後，遇到當摸蟹走體，包含唔同船同唔同面，出曬嚟天羅地網。韓國摸蟹到淡水環境度雖然會搞偏，唔過唔會生亂。天初對淡水潮到海橋嘅半鹹淡水調度，將會反出。有人介紹呢，我哋也摸蟹向摸蟹呢，也一做一隻防頭板。防頭板呢，佢冇毛細孔，我賣到難度講10公分用佢唔會爬走，佢熱孔咧因為一片沼澤冇水，佢唔會啲一定要熱走，所以毛細孔佢一傾唔起來，所以佢走唔出去。我哋也長命嘅呢，就係要防盜嘅，因為
摸海按贵啊吼，也冇人睇啊，所以我哋要做下防盗。啊，一当过呢做喺防潮嘅。生态嘅社會係檢測發生天災，比如講風災、天颱，也係土石流，乜個較好嘅防護都冇透。2009年嘅88風災做係隻例嘅，佢用是林邊架動嘅185本太水打出去，讓車夫損失同厲害。一隻嘅大閘蟹啊，佢可能會生產出啊90萬到100萬嘅卵啊，哦，啊個卵一定死，哦，嗰陣我哋見喺擔心嘅問題講，台灣一定嗰度颱風嘛。哦，啊，當到嘅雨水，哦，從佢88水就去啊，我去到屏東，去到林邊啊，哦嘅東嘅帶啊，大概你都幾喺條用色嗰個旁邊啊發展得幾好，特別嘅石斑啊，龍膽石斑，啊，叫個88水就來去啊，太水一來啊，全部都種出去啊。因當年都會發現講幾隻嘅毛海帶入田方哦，也因嘅準橋都因嘅生態高地都會有發現到哈，啊，從宋莊園理事長。在整理園生態高嘅時間啊，佢講啊，我今日做一件事情點樣嘅冇，我腳去插到一隻毛海呢，都將薄殼薄睇得軟軟呢。還是在0.25 ppm 以下，所以基本上這還是合格 ，OK， 沒問題，是在合格的。苗栗縣農業處人員因而打造了檢測水質，做清合格。實際上對接觸上海嘅海洋大學用出專業葡萄過後，苗栗縣大甲派用出協會當從事水質管理。還利用水利發電機設計發電，對生態嘅批評加當第一，因為有縣政府嘅規範管理，加基建做得當好嘅。你啊，我哋用嘅水呢，全部用地面水，我哋冇儲地下水，所以我哋唔會講造成地下講我下陷啊，特別傳統嘅養殖啊，會造成地層下陷。啊，我哋利用後港嘅農地呢來做養殖業，啊，我哋利用。表面水，像後龍海水啦、面的水庫嘅水呢，啊，引進到我哋田土方呢，來用一大閘蟹，啊，圍起來冇見冇糟蹋，呢條莊稼來到我魚塘看到，確實安查，哦，會糟蹋唔來講，還不遲嘛，對不對？我因為我過一下我會做，或者真的會產生生態的浩劫啦，什麼東西，我不養都沒有關係啊。台灣人從事美食，是要好食的物嘅都有。只因並唔係一隻熊物界，係政府用嘅評估，用出產業配套措施，而用出一隻好照定做嘅標準，尤其係對外來種。對嘅外來種啊，應該有啲法啊，像日本啊有個外來種嘅引進嘅管制法啊，呢種方式啊，對我哋本土種嘅生活啊嚟保護，對外來種嘅生活嘅評估啊，也有一個相當嘅法律嘅依據啊，嗰陣將來啦。我睇呢法案啊，我應該會提出一個法案出來。對大甲派省種業數來看，台灣也係對大陸進口從內為安泰嘅內海開始學。苗栗縣政府希望未來對行卡些偷海，甚至自家生產海仔嘅來建立產業鏈。我也同台灣學大甲派學嘅生嘅比例佔3-4成天天。學者認為，為到生態保育冇做賺錢，免較長遠思考，應該係顛倒轉來投資學台灣冇係正錯噶。因為安尼所謂講過講到檢疫嘅問題啊，也係關蠻有突破。當然就講要能夠來啊大閘蟹真呢隻養殖的環境，甚至一隻循環啊，能夠做到完全拆代吧。最後就講能夠從冇海產卵到孵化成為豆蟹，養到殼蟹，甚至到成蟹，真的階段啊，能夠來做到完成來吧，這樣能夠算真正的成功。因為它其實並不見得適應於台灣的環境，特別是現在的死亡率又這麼高，就存活率並不是相當的高。那為什麼不去把這個投資一些這個人力跟物力去研究養殖，怎麼樣去把台灣本土的日本絨螯蟹，或者是東部的青毛蟹，把它養殖起來？那其實它的大小是差不多的，那它又是原來就是存活在台灣的水域環境，所以說它的死亡率應該是更低，更容易養起來。哦，注意哦，別別。用青一隻受到當歡喜，叫做用心學，一心想發展變到菜地嘅產業體系。都係今年秋天落9降風嘅時節，就識得到又漿又皮嘅冇海嘅。面對一層上菜學大甲派，之前政府還負唔切做好評估，就開始學外來種嘅。安尼係講有問題，補救嘅政策又係乜嘅呢？種唔得鹽菜外來種落來台灣，害台灣原生嘅物種一絲一絲嘅流失掉。